滴答滴答滴答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，照进这间老式台湾住宅，桌上的乌龙茶冒着热气，墙上的时钟规律地走着，一切看似平静，但有些事情往往在最平凡的瞬间发生。只要1秒失去平衡，生活可能从此完全改变。你知道吗？在台湾，许多年长者跌倒的地方，不是在外面，不是在马路上，而是在自己家里那个我们认为最安全的地方，却隐藏着最大的风险。客厅、浴室、卧室，每一个角落都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地点。如果你不知道这3个简单的动作，下一次跌倒可能让你再也站不起来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家庆医师，从事复健科超过20年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重新找回你的平衡感。在继续之前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请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通知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每一个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数字0。好，现在让我们继续。这些动作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需要去医院，不需要花钱，你只需要每天5分钟，在自己的客厅里，就能重新训练你的身体，让你走得更稳，站得更直，活得更有信心。但在我告诉你这3个动作之前，我必须先让你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跌倒，为什么跌倒之后很多人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样子。画面转到一个明亮温暖的室内空间，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着健康新闻，荧幕上出现一位老人家在家中缓慢移动的画面。根据统计，在台湾超过30%的65岁以上长者每年至少会跌倒1次，这不是小事。因为跌倒之后，很多人的行动能力从此改变。你可能会想，跌倒有什么大不了，站起来就好了啊。但事实是，跌倒之后，身体的核心肌群会开始变弱，平衡感会下降。更重要的是，心理上会开始害怕，害怕再次跌倒，害怕移动，害怕站起来。这种恐惧会让你的动作变得更僵硬、更缓慢、更不自然，然后恶性循环就开始了。越害怕越不敢动，越不动肌肉越弱，肌肉越弱就越容易再次跌倒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在第1次跌倒后，整个人的生活品质会急速下降。但这一切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，失去了稳定的重心。什么是稳定的重心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在移动的时候保持平衡。当你的重心稳定，你走路就不会摇晃，转身不会失衡，站起来也不会头晕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肌肉、关节、神经系统都会慢慢退化。如果不主动训练，这个稳定的重心就会一点一点的消失。画面切换到一间明亮的诊疗室，桌上放着人体模型，墙上挂着肌肉骨骼的解剖图。我是刘家庆医师，专门从事复健医学超过20年。
这些年来，我看过太多因为跌倒而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长辈，他们来到诊间的时候，常常会问我同一个问题：医师，我的脚还有力气啊，为什么还是会跌倒？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在脚上，而是在你的重心。年长者跌倒，不是因为脚没有力气，而是因为重心不再位于身体的中央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，想象你的身体是一座建筑物，如果这座建筑物的地基稳固，柱子笔直，结构平衡，那它就能承受风雨。但如果地基歪了，柱子松了，结构偏了，即使外表看起来还好，稍微一推，整座建筑就会倒塌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要维持平衡。你需要3个关键的肌肉群：髋关节、核心肌群，还有脚踝，这3个部位。就像是你身体的稳定中轴，髋关节负责控制你的下半身移动，核心肌群负责稳定你的躯干，脚踝负责感知地面的变化，并快速调整平衡。当这3个部位都能正常运作，你的重心就会稳定。但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位退化了、僵硬了、失去感觉了，你的平衡就会出问题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即使腿部还有力量，还是会跌倒，因为力量不等于平衡。那么要怎么重新找回这个稳定的重心呢？答案就是每天做3个简单的动作。这3个动作是专门设计来重新启动你的髋关节、核心肌群和脚踝的。它们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不需要很大的空间，你在自己的客厅里就能做。而且只要你每天持续练习，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你会发现走路更稳了，站起来更轻松了，转身不再晃动了。就像我曾经治疗过的一位病人说的：医师，我觉得我又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感觉。画面转到一个温馨的家庭场景，这位是林阿美，今年72岁，她正在客厅里慢慢地擦桌子、端茶壶，动作很缓慢，很小心，手有点微微发抖。在2年前，林阿美在浴室里跌倒了一次，虽然没有骨折，但从那次之后，她整个人都变了。她不敢走快，不敢快速站起来，甚至连出门去市场买菜都需要家人陪同。她告诉我：医师，我每次走路都觉得地板好像会突然动起来，我不敢相信我的脚。这就是跌倒之后最常见的后遗症，不是身体上的伤害，而是心理上的恐惧。很多人跌倒之后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信任，他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稳稳地站着，稳稳地走着。这种恐惧会让他们的动作变得更僵硬，反应变得更慢，结果就是更容易再次跌倒。这是一个可怕的循环，但好消息是，这个循环是可以被打破的。透过居家复健，你可以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，安全地重新训练你的身体，重新建立你的信心。你不需要出门，不需要去医院，不需要花大钱买器材，你只需要每天5分钟，在你的客厅里跟着我做3个简单的动作。这些动作是专门设计来帮助你重新启动那些沉睡的肌肉，重新
连接你的神经系统，重新找回你的平衡感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当你开始感觉到自己变得更稳定的时候，你的信心也会一点一点的回来。你会开始相信，你可以自己走路，你可以自己站起来，你可以重新掌控你的生活。好，现在让我来教你这3个动作，请记住，这3个动作可以在你的客厅里完成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一面墙或一张稳固的椅子，用来帮助你保持平衡。第一个动作，启动髋关节。首先，站在墙壁旁边，一只手轻轻扶着墙壁，然后慢慢的将一只脚往旁边抬起，不用抬太高，大约离地10到15公分就可以了。保持这个姿势，数3秒，1、2、3，然后慢慢放下来，换另一只脚，重复同样的动作，每一边做10次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重新启动你的髋关节。很多人因未长期久坐少动，髋关节会变得僵硬，活动范围变小，这会直接影响到你走路的稳定性。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请注意不要急，不要用力甩脚，慢慢来就好。你要感受到你的髋关节在打开，你的腿在重新学习如何稳定的移动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效果非常好。只要你每天做，你会发现，你走路的时候，腿会变得更灵活，步伐会变得更大，也更稳。第二个动作，增强核心反应。第二个动作是坐在椅子上做的，请坐在一张稳固的椅子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背挺直，然后慢慢的将你的上半身往左边倾斜，感觉你的腰部在用力保持平衡，保持2秒，然后回到中间，接着慢慢的将上半身往右边倾斜，同样保持2秒，然后回到中间，重复10次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训练你的核心肌群，也就是你的腰部和腹部的肌肉。这些肌肉负责稳定你的躯干，让你在移动的时候身体不会左右摇晃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动作是在训练你的大脑。当你的身体往左右倾斜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必须快速判断要用多少力气来保持平衡。这个过程就是在重新建立你的神经连结。很多年长者跌倒，不是因为肌肉没有力量，而是因为大脑的反应变慢了。透过这个动作，你可以让你的大脑重新学习如何在重心改变的时候快速做出反应。第3个动作，训练脚踝与地面感知。第3个动作是站着做的，请站直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可以轻轻扶着墙壁或椅背，然后慢慢的踮起脚尖，让脚跟离开地面，保持2秒，然后慢慢的放下来，让脚跟轻轻的碰触地面，重复10次。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请配合呼吸，踮起脚尖的时候吸气，放下来的时候吐气。这个动作的目的是要训练你的脚踝，以及你对地面的感知能力。你的脚踝就像是你身体的感测器，它能够感受到地面的变化。
并且快速调整你的平衡。但随着年纪增长，这个感测器会变得迟钝。透过这个动作，你可以重新唤醒你的脚踝，让它重新学习如何感知地面，如何快速反应。而且每一次你的脚跟碰触地面的时候，你是在告诉你的身体，我可以控制我自己，我是稳定的。这3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是简单不代表没有效果。事实上，这3个动作的背后有非常深刻的科学原理。当你每天重复这些动作的时候，你不只是在训练肌肉，你也在训练你的神经系统。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很神奇的能力，叫做神经可塑性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即使你已经年纪大了，你的大脑还是可以学习新的东西，还是可以建立新的神经路径。当你反复练习一个动作的时候，你的大脑会开始记住这个动作，它会建立一条新的神经路径，让这个动作变得越来越自然，越来越流畅。这个过程我们叫做神经路径再训练。所以当你每天做这3个动作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重新教导你的大脑如何保持平衡，如何控制身体，如何快速反应。而且这不只是生理上的改变，更是心理上的改变。当你开始感觉到自己变得更稳定的时候，你的信心会慢慢回来，你会开始相信你可以自己走路，你可以自己做事，你不需要总是依赖别人。这种信心是无价的。所以请记住，不要小看这3个简单的动作，不要因为它们看起来很简单就觉得没有效果。重点不是你做得多激烈，而是你做得多规律。每天5分钟持续做下去，你会看到改变。让我们回到林阿美的故事，还记得吗？她是那位在2年前跌倒之后就不敢快速走路的阿姨。在她开始做这3个动作之后的第3个月，她来到我的诊间，告诉我一件事。她说：医师，昨天我自己去市场买菜了。我问她，家人有陪你吗？她笑着摇摇头，没有。我自己去的，我提着菜篮，走得很稳。邻居还跟我说：阿美，你走得真稳啊。完，那一刻我看到她眼睛里的光芒，那不只是身体上的恢复，更是信心的回归。她不再害怕跌倒，不再害怕走路，不再害怕独立生活。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生活品质，重新找回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严。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。跌倒的预防不只是避免受伤，更是保护你的独立性，保护你的生活品质，保护你的尊严。每一个稳定的步伐都是一次小小的胜利。每一次你能够自己站起来，都是对自己的肯定。每一天你能够自己走出门，都是你对生命的掌控。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，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没有什么比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更宝贵的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年长者，如果你曾经跌倒过，或者你担心自己会跌倒，请你今天就开始做这3个动作。如果你的家人是年长者，请你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们，陪他们一起练习这3个动作，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。
而如果你是一位照顾者，请你理解最好的照顾，不是替他们做所有的事情，而是帮助他们重新找回独立生活的能力。让我们一起用这3个简单的动作，守护我们所爱的人，预防跌倒，从每一步站稳开始。没有什么比能够自己走路更珍贵的事情了。今天我跟你分享的这3个动作，是我20多年来在复健科工作的经验总结。我看过太多因为跌倒而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长辈，也看过太多透过简单的训练重新找回信心的故事。这3个动作就是重新找回稳定重心的钥匙。记住这3个步骤：第一，启动髋关节，让你的髋部重新变得灵活；第二，增强核心反应，让你的大脑重新学习如何保持平衡；第三，训练脚踝与地面感知，让你的身体重新感受到稳定。这3个动作每天只需要5分钟，但如果你能够持续做下去，他们会保护你未来的5年、10年，甚至更久。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，预防胜于治疗。与其等到跌倒之后再来复健，不如现在就开始训练你的身体，让跌倒永远不会发生。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，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买昂贵的器材，不需要花很多时间。你只需要每天在你的客厅里花5分钟，跟着我做这3个动作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你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并且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所爱的人，让他们能够稳稳地走，安心的生活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每天5分钟，守护未来5年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我是刘家庆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